大抢回答的执行长王仁芬是来带动着人工智慧的热潮，嘛，互相关的领域即摆变甲正熟咯。人工智慧的新时代嘛，反映伫个大学生的转系，讲这个工学院1年的升2年的大学生申请转系者高达2成3成。其中大部分拢是想要读电机、光电，甚至是资讯工程等等的科系。学校来分析，除了学习的趣味之外，产业的趋势可能就是学生转系上大的原因。Either you're running for food, or you are running from becoming food. 想要成功，就要用走的。回答执行长王仁芬伫咧台大毕业典礼，甲大家鼓励，若敢会互真侪人走去甲学校讲，想要转科系咧。And finding new adventures. 未来人工智慧时代会哪来哪进步？真侪大学生拢转向电机主工，亲像台大统计工学院的机械系新代理，申请转科系比率达到22.5%。新台机械系有超过20位学生申请转系，阳明高大工学院的微科系新代理申请转系嘛达到20到30%。大部分想要转入电机主工科系 ，AI 产业科技趋势，敢若嘛互真侪学生拢真有兴趣。转系未来就是2个方向嘛，一个就是就业，一个就是升学。升学当然讲的是继续升道啦。最近的黄仁勋效应会不会再继续发酵在不论是考大学的选系或是转系上？这部分我就不好讲。但是它代表是一个产业的趋势，这不可否认，这样就对了。当然，所以在毕业典礼，我们才会找他来跟这个学弟妹做一个分享。To be the disruptor.And not the disrupted. AI 新产业，互真侪学生拢思考想要改变科系，若是转系转无成，即卖当选择副系、上学费，或者是别个管道。2002年，王仁芬刊上《时代》杂志，互少年人嘛想要对着 AI 新时代。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